鸿蒙初开，无极而生太极，两仪四象演化，万物生发。自伏羲画卦以来，一贯道脉源远流传，穿越了千年岁月。名称源自于孔子所说“吾道一以贯之”，主张道本一体，理无二致之一贯一理，倡导尽心知性以知天，尽人道达天道，以儒为本，以弘扬中华文化为用，代代传承，日新又新。如今时转白杨，1905年17代祖弥勒祖师应运，降世为路祖，善计善术，弘展道路。1930年18代祖张天然师尊、孙卫民师母承续道脉，开启亘古未有的普渡盛况。于今迈进第2个百年，一贯道仍本己利利人，己达达人，化人心为良善，济世界为大同之初衷，永续传道于世界各国。新歌兵廖真玲出生伫清朝光绪12年，民国前26年，西元1886年。伊的夫人早早就过身，育有一女上以为荣。伫哈尔滨市经商，真老做生意，生意嘛做了真好。身为双学性面粉工厂的总经理，是哈尔滨市有名的富商。伊笃信佛教，相信众生奉行的道理，因此对贫苦有医者，多有救济。